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创世纪3章1到20节，还有以弗所书第2章14到16节。第一段经文在和合本圣经第3页，其他版本请看圣经。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耶和华上帝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尘土。20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第二处经文，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第2章14到16节，在圣经第270页，和合本圣经270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16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以上，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他所要讲的题目是人际高手第1讲，关系高手。关系高手。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也感谢在主日的清早，我们就能够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神你赏赐我们的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总共有5个主日，也不是接下去的5个主日，而是2个月有一次的主日，我们是当作我们的福音主日。福音主日呢，意思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时候，请我们的未信的亲戚朋友能够来，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在生活中间的很多事情跟神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像我们今年所要用的主题是讲人际高手，人跟人之间的来往就是靠着人际关系，这跟我们信仰有没有关系？当然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在。要是我们在信仰上没有得到帮助，在我们人际关系上，那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讲，只不过像是一种空中的一种云端一样，对我们来讲并没有什么帮助。不，我们的信仰真的要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的结合，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跟人的关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年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人际的高手里面，第1讲是讲到关系。到底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你觉得要有高的 EQ 或者是高的 IQ， 哪一个比较重要呢？而且会让你的人际关系，让你在你的事业上，在你不管是待人处事，都觉得非常的有成就呢？我想这几个名词就是以前人他们开始研究，从心理上也研究，每一个人原来生下来都有神赏赐给他的智慧在，而且有某种方法可以去测量。
例如说那些天才型的，他们的 IQ 大概就是180还是多少以上，普通的话就是140还是多少，诸如此类的。这个数字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它有一个测量的方法，能够知道说，哎，你这个IQ 到底是多少，代表说你有多高的这种智慧的商数在。而没有多久之后，又有人发现到说 ，IQ 好像评量一个人不是只有他的智商而已，不是他的智慧而已。应该还有他的情绪的部分，而这情绪的部分甚至会影响很大。所以这问我们说，到底 IQ 重要呢，还是 EQ 重要？这两个在你的成就上哪一个影响大呢？科学上的这种的讨论的结果呢，而且从事实上去看呢，也发现到原来是 EQ 高的人呢，他因为有人际的关系很好，所以他在整个他的事业上呢，才是成为他会成功的主要的因素。因为你有高的 EQ 的时候呢，你就如何去处理人跟人之间的这些很多的问题，不是只有在这个事情到底对或错，甚至是一些情绪上的问题，还有一些处理人际关系等等这些，必须要有一个高的这个 EQ 在。当然，这个人际关系我们所讲是包括你跟你自己，或者你跟你家人，你跟整个社群里面，包括有同学、有朋友、有邻居等等这些，甚至在职场上你根本不认识，只是因为生意而来往的这些人际关系都算在内。而当你要有人际关系呢，我相信彼此之间的沟通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你需要有沟通，也是这个基本的能力。至于沟通用什么方法，我们以前已经上过有关同理心的这些课程，我相信这些都是要成为我们跟人际关系的这个帮助。所以我们预计呢，在接下去的几页中，今年中间总共有5讲，要谈到是人际关系中间几个重要的因素在，像是今天讲的是关系，然后要角色尊重，还有这些肯定跟饶恕，这些都会帮助我们在人际方面能够得到。而这是从哪边去看呢？原来是要从圣经里面去看。这几个主题中间，我们从圣经中间去了解到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不是只要求我们跟他的关系和好，而且要求跟人际的关系，而跟他和好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今天就是我们要一起来明白的地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利用这几个福音主日呢，能够带领我们未信的这些亲朋好友呢，他们能够来参加，能够知道说，我们常常在讲的是好消息，这个福音到底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在？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来看关系是怎么样来设立、建立起来的呢？我们要从创世纪来看的时候，神他创造人的时候，他讲有什么就有什么。唯一不太一样是造人的时候呢，他还特别讲了用他的形象跟样式来创造人。这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代表说神就跟我们人一样，有2个眼睛、有鼻子、有嘴巴、2个耳朵、有手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从约翰福音看到，有人在问耶稣的时候，说我们到底应该在撒玛利亚的地方来敬拜，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呢？耶稣告诉他说，神是灵，你只能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灵的意思就是没有形体在，它是到处都能够存在，所以神能够无所不在。神原来是一个灵，所以他讲说用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人，不说因为神是这个样子，所以造出来的人是这个样子，而是代表说，因为他有他的形象跟样式的时候，就是他可以跟他是能够互通的，彼此能够来连接在一起。我们想想看说，我们绝对不会讲说狗或是这些其他的宠物跟我们有同样的形象或是样式在，因为我们跟它没有办法相通。虽然有些动物、有些宠物，我们可以训练它可以知道我们的手势，知道我们的话语，然后它好像之间我们可以彼此互通，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训练出来的。你的关系没有办法非常很能够很融洽的建立在一起，或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我们要跟他建立在一起，我们常常讲说话不投机三句多。你讲解你要讲什么这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就是你讲的跟他讲好像是南辕北辙一样，根本就是连不起来，因为没有什么关系存在。但是至少你们话语还可以通过之后，说不定在一起渐的你们能够了解彼此的思想之后，你渐话语就能够
互相通的。神跟人之间也是一样，他创造人的时候是用他的样式跟形象来造，意思就是说，把他的思想的部分，把他能够跟人互动的部分来建立的这些人，所以最后神吹了一口灵气在人的身上，就是因为这一口灵气呢，让人跟动物不一样了。人有身心灵，有一个灵在。所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找到的这些再多原始的人，他们一定有敬神的仪式在，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神是哪一位，他们觉得只要比我的能力更强的，就是我可以去依靠他的，所以他们有可能是拜的是野兽，非常强壮的野兽，或是他们模拟出来的神，还是怎样。这再再的告诉我们，神跟人之间是有一股关系连接在一起的。原来神就是用他的形象跟样式来创造的呢，要让我们跟他有关系在。而这个关系不止在呢，他还要我们代表着他来管理了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所以他要人来代表他治理全地，管理空中的鸟，还有海里的鱼，天上的走兽。地上的走兽，还有这跟万物之间来建立一个非常和谐共荣的这个关系在。但是有关系在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规范。所以神跟人之间也定了一个规范，还好这个规范不是很多，就只有一条而已。神告诉这亚当跟夏娃说：“这伊甸园上什么东西你都可以享受，而且你要管理它，包括鸟、鱼、走兽、植物，通通是你要管的。”然后他给他一个规定，这个规范就是你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要是我们来想想，我们是亚当夏娃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就是一条而已，不像我们现在立法上规定一大堆，或者校规里面讲了一大堆。你这参加的在公司里面，公司也一大堆的规定，不可怎样，不可怎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这边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跟我们之间只有一个规范而已。你不要吃那个善恶果的果子，这么简单的这种规定在呢，我们并不一定能够严守。但是在没有违反这个事情之下，我们看到神跟人之间就建立亲密跟和谐的关系。怎样能够看出来呢？神将万物就带到亚当的门前来，请他为这些万物来命名。命名是一个权柄的表示，神已经不只是口头讲说你要管理全地而已，还事实上的让这事情就是这样的成，带着万物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帮他命名，狮子就叫狮子，老虎这样一直命名下去。神给了亚当有权柄在，表示神跟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然后神已经委托的亚当去做这个事情。那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也是非常的亲密和谐。亚当看到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两人在一起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那是一个何等这种亲密跟和谐的关系在。这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来建立起来。很可惜，这个关系呢，后来就受到了破坏了。破坏就是因为这个唯一的规范，人竟然没有办法来守住这个规范。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是从第14节开始读起，我们没有读前面那部分。前面部分呢，就讲到这个故事，大家非常的熟。神虽然告诉他说，这个善恶果的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但是蛇竟然来引诱夏娃去吃。而这个蛇呢，是魔鬼的化身，撒旦的化身。他说：“真的耶？上帝说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吃吗？”他说：“没有，只有这一棵树不行，吃了以后会死。”蛇告诉他：“不啊，不一定会死啊。神是怕你吃了它之后，你就明白善恶了，你就跟他一样的厉害。”哇！夏娃看这个树，这个果子看起来又很好吃的样子，他就摘了吃，不止摘了吃，还给他的先生。就是亚当来吃。我们看到是怎样，人在唯一的规范中间也没有办法持守，所以在撒旦的诱惑之下，他们怀疑神的美善。神难道不要我们有善恶这智慧果吗？然后他悖逆了神，吃了神命令不可吃的果。我们以前也解释过，为何神不愿意让我们吃善恶果的这个果子呢？原来神是要我们的善恶是用神的善恶为我们的善恶。
但是吃了这个善恶果之后，开始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善恶的标准。所以我们常常现在讲罗生门啊，就是这样一件事情的发生，明明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你讲他讲，每一个人讲话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说都不一样，就造成各自以自己的价值观来看，他觉得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们觉得不行啊，怎么可以这样啊？你看价值观完全不同，善恶的感觉也不一样的。自从人吃了这之后，开始用人自己的善恶为自己为标准，不是再是用神的标准为标准，我们整个世界就开始混乱了。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遭到破坏了。当他们吃了善恶果之后，他们发现到眼开了，发现到自己是赤身肉体，他们开始觉得非常的羞耻的，他们就拿了这无花果树的叶子遮开了自己。这代表人开始非常之间有疏离感了，开始有一些隔绝，开始有一些不太愿意自己人的事情，不让人家知道这些东西开始产生，不再是那样子坦然的情形发生了。而人跟人是这样，人跟神之间也开始这个关系也被破坏了。当亚当跟夏娃听到耶和华神到园中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了。神在那边呼唤他：“你在哪里？”的时候，他说：“我因为害怕，我赤身肉体所害怕，所以我躲起来了。”我们看到，原来是非常亲密的关系已经开始受到破坏，人开始怕起神来的。神是一个美善的神，他竟然害怕他而躲藏起来了。我们看到这关系已经受到了破坏了。耶和华神就问了：“莫非你们吃了那善恶果的树，为何会吃呢？”我们看到人的关系开始也接着不好了。亚当怪起夏娃了，就是你所造的那个女人呢，不再是人肉中肉骨中骨了。那一个女人，你创造给我那个女人，她害我吃了这个东西。神问了夏娃，夏娃说：“你所造的那个蛇啊。”我们看到开始彼此这样开始怪罪、推诿，开始攻击别人，只有自己是最好，别人就不好了。这情形好像就是在我们社会上常常看到的情形。当有人犯了错的时候，受到责备的时候，开始就想起一大堆的理由，推诿、怪罪在别人身上，好像自己都没有那种反省审视的这种情形。原来从我们的这个老祖宗就开始，他们就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好了。假这些罪都怪到别人身上，我就不会受到人家惩罚。这是因为人跟人的关系不好。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也在社会上，我们看到有的人是很好，他把他这些事情揽在自己的身上，不是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揽上来。你注意到有这种情形发生，原来他们两个人关系是很好，他愿意为他来受苦。所以人的关系开始看到不好了，因为开始彼此在那边怪罪起来了。我们看到他所带来的结果呢，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节里面呢，就是耶和华神开始向这亚当跟夏娃跟蛇跟这些万物呢，就讲了，因为你们犯罪之后会碰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节里面。我们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就讲说，妻子必恋慕丈夫，丈夫必管辖妻子。你想说恋慕很好啊，这彼此之间非常的相爱啊。但是原文的恋慕里面呢，英文是这样讲说 ：Your desire should be for your husband。就是你那个 desire， 你的渴望、你的祈求、你的需要怎样，一切都是以丈夫为主。好像上帝创造了亚当，创造了夏娃之后，是要当他的配偶。配偶原来的意思是帮助者，而不是你跟你不同一样、不同阶层，好像是你的仆人一样。不，他是一个帮助者，两个是同样地位的人。但是这句话讲解就是变成好像妻子变成矮了一截一样，他好像没有了自我。他不再是为了自己，他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先生一样。接下来说，丈夫必管辖妻子。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发生，人跟人的关系已经开始破坏掉，不像当初神所起初创造一切美好的这种关系存在。夫妻的关系已经由彼此没有羞耻，来变成是开始恋慕管辖了。我们看到最亲密的人，他们的关系也
也从此就受到了扭曲跟毁坏。不只是这样，人跟自然界的关系也开始被毁坏掉了。因为神这边也继续讲说，地必长出荆棘跟棘藜，人要终身劳苦，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原来将伊甸园，神将伊甸园交给亚当夏娃的时候，全园你都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些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去享受。你好像根本不用这样耕种，都能够去享受。现在不行，因为你违背了神。你跟神的关系破坏掉，人跟人的关系也破坏，你跟整个大地自然的环境也被破坏掉了。你必须要耕种，这土地不再是那样子的肥美了。你知道，甚至吃个什么水果丢下来，它自然就长起来一样。不，你必须要耕种，而且这地呢是长满了荆棘跟棘藜在的。你也不是一次耕种就永远 OK， 你是终身劳苦。你去花很多的时间，你必须要汗流满面才有办法。我们看到这些人跟人之间，先生跟丈夫跟妻子，还有人跟大地，这些关系的破坏到底是怎样的？原来这些疏离、扭曲还有阻隔呢，它的基本原因是在因为人跟神的关系被毁坏掉了。这些看到这些今天所读的这经典里面讲，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为何有这些事情呢？缘由就是在的，因为人吃了善恶果，而这善恶果是神跟人之间唯一的规范。神只是要求你人不要这样，不能去吃这个东西而已。吃了这些，人跟人的关系破坏掉之后，我们看到紧接着这些就不好。故事要是到此截止的话呢，我现在这个故事就是非常凄惨的故事，因为人变成没有盼望的。神是这样子的吗？不，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一个有公义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个慈悲的神。他常常让我们人有一个机会，留下一个后路，留下一个盼望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怎样？我们看到神因着神的慈爱跟怜悯呢，他一直要寻找人，要呼唤着人。他到园中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吃了善果子，他到园中第一句话用说：“你在哪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熟啊？因为我们每次打电话给人家，第一句话就说：“你在哪里？”啊，常常是这样，打给师母，第一句话：“你在哪里？”不是在讲质问他，而是在关心他，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啊，觉得安心。他在家里很安心，在外面那地方有没有什么事情啊？你要小心哦，怎样的？神也是一样，但是神没有问这一句话，难道他不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吗？他要是不知道，他就不是神了。他当然知道，他知道亚当夏娃怎样子做了什么事情，躲了怎样。他这句话用意是在让你有一个机会，能够好好的这样反省。你在哪里？这代表出神他的关心，他的慈爱。接着呢，他知道他已经是赤身裸体之后，你知道神接着做什么事情吗？他为亚当跟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就是做一件皮衣给他了。哇，这是世界上第一件皮衣。神是谁做的？神做的。神要做这个皮衣要怎样？一定要杀死其他的动物，才有办法做皮衣给他。这边已经隐约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因为人的犯罪必须牺牲某样生物，然后用它来替人来赎罪一样。神杀了动物之后，然后用它的皮来做皮衣给人来穿。你可以看出来，这边代表说，受衣是预表的一种救赎，表示说神愿意这样，他的预备他的救恩，他希望要能够恢复神跟人的关系，还有因为这样子的话，让人跟人的关系也能够得到的建造。所以我们看到关系的设立起来，因为要有规范在，神创造的，但是关系也被破坏掉了。那关系如何能够去恢复呢？神给我们盼望。他用什么方法？他用很奇妙的方法呢？他知道人跟人没有办法，他希望我们能够在罪犯中间能够活起来。要如何能够活起来呢？他用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的主耶稣，他的爱子赏赐给我们。当我们在看这些经节里面讲到说，神当初告诉你吃了善恶果之后你会死，
吃了以后亚当夏娃没有死啊，到底是怎样？其实在上帝的眼中，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灵性的生命已经死了，他没有办法跟神相通的，所以灵命就已经死了，在神的眼光，他就是死了。但是我们人呢，觉得我们肉体还是在，心还是在，但其实我们的灵是已经死掉了，我们被撒旦来所蒙骗了。那我们知道，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代价就是要死。神是公义的呢，他不能将有罪的当作无罪，但是神他还是慈爱的，他不愿意人类就此就陷入永远的死亡，跟他来隔绝掉。所以刚刚讲，他用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有人来代替你。假定一个人来代替一个人的话，你只能1对1的代替，你不可能，除非你的身份非常的重要，这样你就大概带着2个人吧，10个人吧，1000人好，1万人好了，给你最大到一个国家去好了，你怎么能够代替全世界的人呢？除非这个人的分量是足够的。神差遣他的儿子，也是神，为人之后，让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为我们又复活。他要是死了没有再复活，你可以说耶稣根本不是神，但是他又复活了。在经节里面呢，以弗所书2章第4节到第5节这样讲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可以知道他是神，但这样不够哎。他是神，他会复活，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跟他一起活过来才可以呀。如何能够活过来？你的灵如何能够活过来呢？你只有相信他之后，你就可以活过来了。所以神将一个很好、很美好的方法呢，实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死又复活的时候，其实带来了2件事情。第一个讲，代表着我们跟神之间的这关系呢，已经再次的和好起来了。原来已经隔离的呢，因为主耶稣带我们赎罪的时候，他就已经和好起来了。同时也让我们跟人之间的敌对呢也合起来。这2个经节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在刚才已经读过的以弗所书2章第14节第15节到第16节之间，借着十字架使2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起来了。当我们跟神和好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跟人原来就会和好起来。所以这边的经节到2章第19节告诉我们说，不再做外人和客旅的，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当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呢，跟神和好的时候，我们跟人就会和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讲人际关系的，告诉我们，第一个是讲到关系，关系非常的重要。而关系到底是什么？人有跟神的关系，有跟人的关系，有跟自己的关系，有跟大地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那它的源头在什么地方？是因为我们想跟神和好就和好吗？我们想能够爱护大地就爱护大地吗？不，我们可能是5分钟、10分钟，可能是一年之内可以再下来，我们就明明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立志行善。你在的，但是行出来却不是在你。你没有办法能够照你所想象去做，因为人是这样子的软弱。原来我们需要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最原始的东西，从根本里面如何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原来要建立这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呢，根本之道呢是在于要建立跟正确跟和好的神跟人的关系。为何呢？这代表是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美好，代表你有敬畏神啊，因为你不会发现到神在你旁边啊。神是在你的心中，你要是没有敬畏神的话，你根本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管了我，也没有人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但是不要忘了，神是在你心中。所以当你有敬畏神的时候，也就是跟神有一个美好关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绝对不是要人跟人要破坏，不是友好，他甚至告诉你要爱你的敌人。有这样子的教导在你心中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跟别人有不好的关系呢？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太行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他要拆毁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墙垣。
然后我们的关系呢和谐，自然就能够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在。我们要建立跟人之间、跟神之间有一个美好关系，神早就已经替我们安排了，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拆毁了跟神之间的这隔阂了。不只是拆好了隔阂，那我们神耶稣成为我们的桥梁之后，而且他还一直在问我们：你在哪里？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亲密和谐的神人关系跟人的关系。我们常常用十字架来讲，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上至下这一根的话，代表神跟人，借着主耶稣，神跟人和好了。而左右呢，人跟人之间呢，也是借着主耶稣，我们人就和好起来。这是非常重要。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尝试的，在你的工作场合，在你的家里面，在你所认识的，你都愿意跟人有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但是你常常发现到你不行。心情好的时候 OK， 心情不好，一下受伤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一些胡思乱想，你就没有办法。这些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但是你回想到，假定这些我们个人已经受到跟神之间，我们有敬畏神，我们心思意念已经更新了。神，我们现在活的不再是我在活，乃是基督在我心里面活的时候，你会这样子容易受到自己这些外在的影响吗？你要受到的是圣经的影响。圣经的教导都是人与人是和好。在马太福音的这个登山宝训讲，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上帝的儿女。原来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必须靠人与神的关系正确。神与人的关系正确，就是你有敬畏神在，所以你愿意有敬神的这种观念在的时候，你开始就会去爱人，跟神的教导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最近看我们的这些新闻里面，哇，最近发现一些事情，你会觉得我们社会怎么这么恐怖啊？有这种叫什么妈妈嘴咖啡，最近每天打开就是这样。我们觉得会合很重要，这议题20几万人走上这个街头上去，只有报道了一天。再来都是这些妈妈嘴咖啡的事情。一个人犯了罪，就为什么一天到晚报新闻打开，电视打开，一定是在报这个事情的。好像不报这个事情没有了，连民生重要议题都不见了。这里面的事情包括讲，因为大家觉得这世界是怎么了？一位小姐竟然能够为了钱的关系，认她为干女儿的，把她害死掉。现在整个事情还没有明朗，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与在，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对老夫妇，因为他卖了土地有钱，让人家知道了，就被谋害了。这社会出了什么问题？难道别人有钱是罪吗？你一定要把他杀死，把钱要去拿这个钱吗？何况还没有拿到。人的生命真的是这样吗？你人跟人的关系是这样子吗？20年前，有一位叫汤明雄，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神话世界 KTV， 他原来就是一个纵火犯。他在民国78年的时候，就曾经因为纵火妨碍这秩序呢，被判刑了6个月，会服刑。服刑完出来的时候呢，在民国81年的时候，11月21号。他酒后就拿了打火机，就引爆了瓦斯桶，烧了台北市福顺街里面的神话世界 KTV， 有16个人在里面被烧死了。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叫做杜胜男，他的姐姐叫杜花明，是一个基督徒。当这个人被抓到的时候，大家非常的生气。这16个人不过去唱个 KTV 而已，也没有犯了什么大罪，竟然把人无缘无故被烧死了。你要是这16个人的亲戚，你会如何面对这个汤明雄呢？后来他被抓去之后，他也后悔了，他就写了16封信给这16个家族，去跟他们忏悔道歉。
我刚刚讲的这一位杜花明，他接到信，他知道这个人是没有得救的人，他是基督徒。我要如何去面对我弟弟无缘无故被他烧死的？我要如何去面对他？我要跟别人一样来一直抱怨他吗？心里面充满了痛恨，充满了这种悲伤的心情吗？不，他采取了另外一个方法，因为他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他觉得这个人需要神的拯救，所以对他最好方法是怎样？去赦免他，去将福音传给他。他果然就去找这个看守所，去找这个汤明雄，表示他愿意原谅了他，然后就告诉他福音，就传福音给他。后来汤明雄他就受洗了。这整个的故事呢，是一个事实的故事呢。后来被导演吴秀静呢，就把它拍摄成一个纪录片，名字叫《回家》。而这纪录片呢，在我们的法务部里面呢，还可以当成在宣教的这种宣传的这种影片在。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同样是基督徒，但是我们面对我们来讲是带来很大的伤痛，人与人的关系这种伤痛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对它呢？你没有办法靠自己去面对它。教导我们必须要怎样？要赦免人，要爱你的弟弟。好，我就爱他嘛，这样子你就可以爱他。没有，你要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你来求问神，你要如何能够在这个空间得到释放？你如何能够帮助这位人呢？我们看到就是像这样一个真正跟上帝有一个美好关系的人，有这种美好关系的人，他对人就会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在。杜花明呢，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有陈进兴啊等等这些，还有我们最近所看到的，甚至这几天还更报道一个更耸动的事情，有一个女人的头被砍下来，还被腌制。所谓腌制就是涂的用盐巴把它腌了，然后摆在一个公共厕所里面，然后还写了纸条，这个人是谁，然后还打电话告诉人家。这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人跟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因为人跟上帝的关系不正确，他们没有敬神的这心的时候，人的关系就破坏掉，这整个社会就开始失序了。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形，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心痛。我们自己在这方面要努力，也盼望我们的社会也能够早日在人与人的关系能够建立好。所以问题是在说，我们愿意来接受神吗？当我们心中都有神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好，敬神，我们跟人的关系就能好。今天主耶稣要告诉你，他已经为了你的罪而死了。我们要是愿意接受他进到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已经在罪里面死掉这个灵，再次的活过来了。跟神跟人的关系就能够和谐。今天是福音主日，我有看到我们中间有几位也是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这恐怕是你第一次听到有关主耶稣的事情。我们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来看到这些事情，世界上没有新鲜事，这事情陆陆续续在发生。要是心中没有神，不敬畏神，背逆神之后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一切关系不再和谐的。神跟人，人跟人，人跟自己，人跟大地，关系都被破坏掉。但是神是盼望的神，给人盼望的神。再次回到他的面前，建立跟神的有正确关系之后，你跟人，你跟你自己，你跟大地的关系，就要再次的恢复过来。愿神都柔软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早日能够接受，再来信靠主耶稣，真正的信靠主耶稣，我们都成为神主的得胜的门徒。愿神祝福在我们身上，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犯罪没有办法靠自己，你就差遣了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宝血洗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再次跟神来和好。
当我们跟神和好之后，我们才能够建立跟人之间的关系。盼望我们神跟人的关系和谐关系带到人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心中能够敬畏神。我们知道神你所期望我们是什么。今天我们所学习的乃是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人际关系良好的人，原来是关系要正确。我们盼望主你来帮助所有愿意在你的面前成为你儿女的人，你让他们有一个柔软的心，你让他们有一个敬神的心，他们就能够去爱人。祈求神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时候我们要同心，要用新的诫命再次来向神来立志。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与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生命，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